道高额水对身体合二为一。我的敌人就是这个缸，我要征服这个缸。前锋探员，他家这个吊头大土豆，掰下来黄澄澄的，吃着热乎，再蘸上酱，老美了，香。这个土豆是怎么吃都吃不够，外边皮儿酥，一层嘎，东北话叫嘎。我想起小时候烤土豆的味道，头边土豆烧的那个味道，有那种80后的感觉。